時捷 Targa 4S， 車內嘅皮料已經佈滿時間嘅故事，每一條劃痕都記錄咗佢同車主共度嘅寶貴時光。新車時劃親內飾都會肉赤，慢慢時間越耐就會變得無感冇所謂。呢個並唔係車主唔再愛惜佢嘅表現，而係喺度籌備緊做一次徹底嘅蛻變。車可以老，但係唔可以舊。車主選用意大利進口 Alcantara 面料，需要做複合及沖紅工藝，搭配綠色縫線及 Berger 綠色安全帶，風格鮮明獨特。我哋採用無損拆裝工藝，好似車主一樣愛護每一個內飾部件，每一個小小嘅卡扣。而家展示嘅係最關鍵嘅步驟，直接影響到座椅整體效果。師傅需要一次一次咁大力扯平、撫平皮料，同時使用專用卡扣固定。咁先至可以使皮料完全貼合座椅嘅每一個弧度。每一米 Alcantara 都係 Made in Italy， 來自毗鄰特爾尼，位於翁布里亞幽靈地帶嘅內拉蒙托羅工廠。Alcantara 對於保時捷嚟講係關於性能與奢華，係最有品牌認同感嘅特殊面料。方向盤、座椅、門板、馬鞍都一一包覆 Alcantara， 帶嚟恰到好處嘅優雅與溫潤觸感。輕盈可塑、耐磨、歷久彌新，係保時捷高端玩家嘅不二選擇。